所以其实我即马就是感觉我尽量放轻松，就是莫讲做啥物代志拢去想诚济。譬如讲，我进前听赛斯的演讲的时阵，我就想讲，我爱去做啥物赛斯的义工，还是安怎？我就想讲，一定讲学一个物件，就是爱做啥物代志，就亲像我的前辈阿梅共款。阿梅伊就讲，你学台语，你应该去考研究所啊，去读博士啊，啊无你就去考啥物认证啊。你若拢无爱，你哪会爱去学？就是讲，即马人的思想就是安尼，讲你做啥物代志，学啥物物件，都爱有一个成绩出来。其实我感觉讲，嘛免安尼，就是讲，做啥物代志是家己会使看着家己的进步，毋过，别人的原理应该是放较上低。譬如讲，我迄早就会想讲，我若去 Clubhouse 啊，别人对我的想法是啥物啊？印象有好无？这个人为虾物遐受欢迎？啥物人台语有好无？啥物人较少年？啥物人厝内有一地啊？安怎安怎？我就会去比较济。就亲像写小说去比较，讲这个人有几个赞啊？安怎？像即摆我开始有一篇小说，因为我一开始甲我精彩小说放伫上头前，即摆变讲爱补，我就爱重写嘛吼，就爱生出来。这几工我就一直还袂写，拢咧学台语啊。但是我想讲，其实嘛不要紧，以早就会想讲我就会想家己想讲有人会伫遐等有人会安怎安怎，其实无啦，逐个拢无闲试带，嘛真正无人去甲你看讲，这个人等你的文章，其实是无。但是心家己会互家己一个压力。我想讲，其实我是虽然讲做甲无诚完美，但是家己心内有一个标准，一个压力。颠倒讲，逐个讲这人哪会遐紧张？所以讲，其实办事就是轻松就好。嘛是讲，因为听着赛斯口天性演讲，迄真正有差。因为听演讲伊讲，其实人有做侪后世人是阁会后世人阁会活的，阁会投胎，无就是会去后一个地球以后，阁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，会当继续学。若是无即个思想进前呢，我就会想讲我年岁偌济我剩几年会当拍拼，拍拼阁无比别人阁较好，就会一直比较啦。迄个时阵就是学啥物拢感觉讲，家己是排名拢是做后壁的，所以变讲心理上就是会去甲人比较的。所以讲，即摆因为有即种思想，就是讲，其实就算讲即摆年岁有但是呢，我学物件即个过程是永远拢会当学的。毋是讲即摆学的人若翘去，人若走去，就白学的。所以讲一定爱留一寡啥物物件，我迄早会安尼想啦。即摆想讲
后世人阁有哦，阁做仙哦，做仙阁伫学物件，所以我即摆学袂过别人，其实嘛袂要紧啊。毋免甲别人比啊，因为别人有可能投胎比我较侪年啊，伊可能投胎足侪摆啊，所以我甲伊比较，当然就是比袂过伊，就气死家己尔，就感觉足失落诶尔。啊，其实这种心情是无必要诶，就是有助尔，着趁这有助。所以我即摆甲迄许家瑞有共款啊，伊嘛会欣赏少年仔，袂像讲有一寡有岁诶人就想讲啊，即摆少年仔拢安怎安怎，就是做侪批评。吼，其实毋免安尼，我感觉讲，就是看比我少年诶啊，比我台语讲较好诶啊，还是比我安怎安怎诶，我拢感觉讲拢诚好，都袂讲袂有一种我不如别人。以早即种想法，可能是身边诶人啊、姐姐啊、姊夫啊，就是会讲，你年岁到几岁啊，爱开始做主管啊，开始爱安怎安怎啊。你爱有提升家己啊，但是因为提升家己，就是较好做啦。譬如讲，你要去一间大公司，吼，啊无你是做足重要诶职务，啊无就是你爱去互主管欣赏。其实因诶标准毋是讲逐个拢会当做会到诶。亲像我主管嘛，我真主管，旧主管，我旧主管，就是安尼，伊就是伊嘛是诚拍拼、诚认真吼，做代志足有诶，但是要安怎讲呢？但是要安怎讲？但是你讲伊诶主管嘛欣赏伊，其实主管是欣赏伊，但是阁有主管诶主管啊。变主管的主管是欣赏别人，就变讲别人会踏伫伊头壳顶，啊，阮旧主管就诚袂爽嘛，所以就离开啊。所以讲，其实按照这甲姊夫的标准，其实这毋是每一人拢遐顺啊。就是讲你做啥物代志，别人拢看会着，而且若大家拢伫做这共款的代志，啊，一个公司哪有需要财主管啊？你财人拢诚好、诚认真、诚拍拼，伊嘛是敢若会当找一个出来做头尔嘛。啊，你若讲伊这标准，咱毋是其他狗的，就爱去找别个公司啊。嘿啦，所以讲，我感觉人毋是讲一个标准尔，这可能就是社会的竞争力是真正有嘿。就是讲爱找工课做水，你拢追求这嘛大公司啊是重要重要的职务啊，都真正是找头路是真正是诚好找。但是这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尔，阁有一部分就是咱家己爱守咱家己的心，譬如讲做简单就快乐，啊无讲感觉家己诚好，诚有自信。吼，这就是爱练习。你若讲定定就是生囝惊兄，定定都足紧张，惊讲失败啊，惊讲比别人比袂过啊。其实这种心情嘛，毋是诚好诶心情啦。但是逐个拢想讲，这诚好有压力，你就会去拍拼。
我是感觉讲人生是诚侪面向，以前可能无去读赛事的时阵，就想讲人生该像姊仔甲姊夫安尼，人生胜利组。但是佫做袂到。你讲活拍拼，其实你愈拍拼，颠倒讲主管感觉你怪怪的，感觉你同事嘛是看你讲，你哪会做甲安尼，甲别人做甲伤拍拼，都管别人闲仔事，伤过出力，颠倒效果是颠倒的，所以讲，这是因为我敢若看着一个小小的点尔，我无看着讲，其实咱这人生嘛，毋是即个人生尔，咱有足侪人生，而且家己嘛毋是一个家己尔，其实有足侪家己，佫有一个做神做仙的家己，其实实在是诚侪诚丰富，只是我无看着尔。就敢若看着一点，变讲即点若失败，我着足失望的。但是我若讲心肝放互看，其实生活都定定讲，都会足满足袂讲，嘛袂讲啥物代志都无咧，都着伤，着伤着。若定定替伤着，其实是较无好。就算你诚拍拼、诚认真，做甲比别人搁较无眠无日，即个时阵你颠倒搁着伤，是毋是搁较伤心？比讲你无啥物出力，安尼比起来搁较惨啊。所以讲，我是感觉讲。人生其实有足侪当体验，毋是讲干若有拍拼、认真工课，互主管互重要的人去肯定。我感觉毋是安尼遐的一个观点尔。